报道学台语，咱甲手的动作相关的课录至第22集，106条。伊逐摆拄着考试就凊彩写写的，会使讲乌白噗咱下面有4字要来选，咱第一字读做噗气噗噗的噗第二读做噗，第三字读做忽，乱忽的忽，第四读做母107条。细汉食饭定定拢是搅豆油这小时候吃饭总是拌酱油咱下骹有4字要来选，咱第二字读做搅，第二读做搅，第三读做淋，第四字读做掺108条。妈妈当咧讲电话吗？你去甲菜拉咧就是把菜搅拌一下好，那4字要来选，咱第二字叫做拿拿鸡的拿啦拿鸡有第二读做拉，第三字读做纳税金的纳，第四字读做拿创啥拿拿109条。倒面洗好变过来洗一面就是翻过来洗这一边咱第二读做饼第二读做饼，第三字读做饼，第四字读做变110条。剧情的需要，女主角爱甲男主角塞脆配就是打耳光的意思啦咱下骹有4字要来选，咱第一字读做决第二字读做西，第三字读做西，第四字读做线好，感谢各位收听。